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出埃及记23章第1节到第9节，歌罗西书第2章16节到23节。今天的经文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与基督同死。基督信仰的混乱，是因为我们时常弄不清楚方向与目标。就好像最近的选举，我们总是会听到有一些人的谈话，永远摸不着边际，弄不清楚他们说话的方向。也如同今年在中国的杭州举办的这个亚洲运动会一样，许多爆出冷门的比赛结果，其实都是因为运动员把方向弄错了，因此就失去了得奖的机会。最近最令台湾人感到意外激动的，就是那个直排轮接力的竞速比赛。台湾队最后以0.01秒险胜太早高兴的韩国队那个最后一名的接力运动员。最近也有许多教会那个长子呢在改选。同工们的分享就是当他们询问了教会推荐的候选人的时候，所得到的回答却不是很干脆的好，或是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兄姐的回答却是千奇百怪的，还有别人比我比较好啦，为什么不推荐谁谁谁呀？或是为什么某人没有被提名啊？小会为什么会这样决定呢？其实这个问题很单纯，很简单，就是只要去想说，我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我是否听到上帝的呼召，或者是我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？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没有让救我离开我们，因此还活在过去的样式、过去的思维、过去的价值观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为什么需要领受诫命？那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非常清楚的引导，让他们能够有遵行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原则，帮助他们能够彻底彻尾的被改变。然而在出埃及记第23章第1节到第9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，他说，不要散布谣言，不要跟坏人来斗，不可作伪证袒护有罪的人，不可附和多数人来作恶，或是歪曲正义，也不可在诉讼当中来偏袒穷人，也不可冤屈穷人。如果你遇见仇敌的牛或驴迷了路，你就要牵去交给他。如果仇敌的驴负重跌倒，也要帮他把驴拉起来，不可走开。不可在诉讼上冤屈穷人，不可诬告，不可杀害正直无辜的人。因为我一定惩罚做这种恶事的人。不可收受贿赂，
因为贿赂会使人瞎了眼。曲解无辜者的谎言、正言，不可欺压外侨，因为你们曾经寄居埃及，尝到寄居异地的滋味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没有在正直与公义当中来过生活，因此这些诫命就是要帮助他们脱胎换骨的改变他们的生命。如果不改变的话，就是不属于跟随上帝的人。保罗告诫各罗西教会的基督徒说：所以不要让人在你们的饮食、节期、月朔或是安息日这些问题上用条例束缚你们。这一切不过是将来之事的影儿，基督才是实体。不要让那些坚持有特殊远见、故作谦虚、崇拜天使的人，使你们丧失了得奖的机会。你们随着人的幻想、无辜的狂妄自大，跟元首基督断了联系。其实只有从身上的头基督，整个身体才能够得到滋养。借着关节经络互相连结，按照上帝的旨意逐渐生成。基督徒的生命不能被过去旧的生命所束缚，无论是饮食、节期、月朔，或是安息日等的节期。生命不改变的话，即便是执守了所有的节期，也无法成为上帝的子女，更不能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。哥罗西书又这样说道：既然你们跟基督同死，摆脱了那些心术的之灵，你们为什么仍然跟世俗的人一样生活？继续守不可动这个，不可尝那个，不可摸这个，这一类的禁忌呢？这一类东西经使用就完了，因为它们无非是人的规律和教训的产物。从表面上来看，崇拜天使、故作谦虚、苦待自己的身体等等，似乎是明智之举，其实是对于抑制肉体的情欲毫无价值的。保罗说：你们要与基督同死。其实保罗的意思不是叫人去死，而是将自己旧的生命与主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因为那是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够与他的救恩同死同复活。诗篇19篇，诸天宣布上帝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，日日述说，夜夜传播，无言无语，无声无响。然而他们的音讯传遍人间，他们的言语远达天涯。上帝在天空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向新郎走出洞房，向勇士欢欣奔入。他从天的这一边出来，绕到天的那一边。他的热量普及万物。上主的法律完备，使人的生命更新。上主的命令可靠，使愚蠢的人得智慧。
上主的法则公正，使顺从的人喜乐。上主的训诲透彻，使人的心眼明亮。上主的规范纯真，永远留存。上主的判断准确，始终公道。他们比金子可贵，胜过最精纯的金子。他们比蜂蜜甘甜，胜过纯净的蜂蜜。这一切使你的仆人深受警惕，仆人谨守，获益无穷。谁能看见自己的过错呢？求你宽恕我无意的过失。求你使我不至于故意犯罪，不容许罪恶支配我，这样我就能够成为无可指责的人。罪犯悖逆重罪，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者啊，愿我的言语，我的心思都蒙你悦纳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主耶稣基督同死，并得以与主基督同活。感谢上帝赐下恩典，使我们的生命因此而得更新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